谷歌刚刚发布了他们目前最好、性能最强的 AI 模型 Gemini 3.1 Pro。本视频带你看看它有多强，怎么用。这里有一个独立排行榜显示 ，Gemini 3.1 Pro 的智力指数遥遥领先，是目前最聪明的 AI 模型。它轻松超越 Claude Opus 4.6 Max 和 GPT 5.2 Extra High， 不仅性能最强，而且 Gemini 3.1 Pro 性价比超高，比 Claude Opus 4.6 Max、GPT 5.2 Extra High， 甚至 Grow 4都便宜，是一款性能与成本兼备的封闭模型。现在 Gemini 3.1 Pro 已经可以在 Gemini 应用里使用了。首先，记得选择 Pro 版本，你会看到这里有 Pro。接下来，我们来尝试几个提示词，看看它在编程小游戏方面有多厉害。制作一个 2D 平台游戏，风格类似超级马里奥，画面要精美且富有趣味性，要求将整个游戏打包成一个独立的 HTML 文件，可以直接在浏览器中运行。游戏中使用的素材、角色、背景和特效都必须来自公开可用资源。然后在工具栏里选择画布 Canvas，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侧边窗口预览它生成的内容。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看到效果了。好了，这就是我得到的结果。我们点击开始游戏，你会发现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像超级马里奥，甚至还有音效。只用一个提示词，它就能生成一个完整的 2D 平台游戏，有敌人，可以收集金币，还有丰富的音效。当然，我还可以在这里继续输入提示，比如添加背景音乐，这样游戏就会有背景音乐，更加生动有趣。点击程式码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代码内容。好了，这里是我另一个测试，输入提示，让它生成一张长颈鹿驾驶小汽车的动画 SVG， 然后点击提交，这就是我得到的结果。相比其他模型，这个 SVG 看起来非常精美，细节也很丰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Gemini 3.0 Pro 和 3.1 Pro 版本的对比效果。现在点击加号，上传一张图片，输入提示词，创建一个基于这张图片的精美 3D 动画场景，并使用一个单独的 HTML 文件实现整个效果。点击提交。樱花的细节还有提升空间，不过仅仅通过一个提示词就能生成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鼠标左键拖拽可以旋转视角，滚轮可以缩放，右键可以平移。接下来我将尝试创建一个交互式的台湾台风模拟器单页面应用，只需输入相应提示词，然后提交。这是生成结果，你可以看到我可以调整台风的风圈大小、半径，预测飞行方向，还可以拖动台风图标，城市受影响状态会实时更新，真是太酷了。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 Gemini 3.1 Pro 的超酷案例。我可以上传大量收据，让它帮我解析，并把内容整理到电子表格中，包括日期、商品、单价和货币类型。点击提交，好了，这就是我得到的结果。它确实把所有项目都整理好了，而且货币类型也正确，包括美元、港币和人民币，它都处理得非常准确，真是太厉害了。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它在音乐创作方面有多厉害。输入制作一个钢琴卷帘 Piano Roll 界面，可在时间轴上拖拽绘制音符，添加播放、暂停及设置，打包成独立 HTML 文件，高效运行，并生成复杂、富有表现力的32小节作品。点击提交，这是我得到的结果。现在我可以在时间轴上拖拽绘制音符，然后点击播放。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生成整段32小节的作品，不过因为音乐比较长，我先播放一小段来示范。当然，你还可以生成图片，进行深度研究 （Deep Research）。还可以生成影片、创作音乐 Create Music， 甚至进行引导式学习。比如选择创作音乐，点击民谣叙事风格，输入中文歌曲《兰花草》，然后点击提交。这就是我生成的音乐。因为整首音乐比较长，我先播放一小段给大家听听。窗前一盆兰花草，清风吹拂轻轻摇。布幕百花娇艳人，只缘一抹翠绿贴肤。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别忘了给我点赞、分享和订阅。